继续来到下港，中秋的连假天气真好，屏东的垦丁来大量的游客。饭店的业者嘛开出着红盘，唔是满房就是高声满。除了走到海边啊佚佗，嘛有袂少人到山区去行行咧。像这个嘉义县的太平老街，一天就来1万通人，顶就分腿的旅客嘛有3、4千人。休困时有真侪人爱去海边啊耍水，趁着天气还袂反冷，屏东垦丁的游客是客满满。坐金蕉船感受速度感，虽然垦丁的天气小可乌阴，但是日头无遮尔美。三五伫遐招招的大家做伙来佚佗。好玩啊！所以这全部好。伫垦丁这饭店的房间早就订满满，为代志嘛摆真侪人，大家拢咧等登记。4天的连假的房间真正是有够歹抢。第1天、第2天都买，然后第3天、第4天都是90%以上。第4天的部分的话，也是来到90%的一个住房状况。除了海边的人真多，山区人嘛袂少。山路是弯弯曲曲，但是总算来到目的地。来到嘉义尾山的太平分腿，会当对这山看对另外一山，也互人心情规个拢开阔起来。就算行车嘛价值。除了有风景通看，也阁有老街通踅。这几天已经吸引几万人上山。另外嘛有人拍算中秋要来台南食好料的。上有名的国华街伫透早8、9点人就有够多，因为你若是想慢来，唔知要排到什么时阵。